最近有不少的驾驶驶车驶入去高速公路南投服务区的时阵，发现这个联络道路有装翕相机来翕超速的。有不少驾驶提出着抗议，讲这个限速才40公里，但是对位国道驶落来，车速难免会较紧。讲警方伫迄个所在翕相，根本就是咧抢钱。警方是回回讲，因为有袂少车会烧招，伫个南投服务区来提车，因才来装这个翕相机。轿车驶入南投服务区，所来啪啪死2个。没中哎！另外一台轿车经过嘛被翕相啊。有测速照相。翕相记录采伫国道入去南投服务站以后，联络道是新设的，进前无。未少乡亲认为讲，伫休息站的联络道采这机真正是伫抢钱。用照相的方式以外，应该还有其他很多很有效的方法。其实我觉得遵守规则的人进休息站，本来车速都会放慢嘛。如果你是遵守规则的驾驶人，应该是都没什么影响啊。不合理吧？哎呀，我觉得有行人的、有斑马线的地方，我觉得有需要。有民众伫抗议，因为联络道限40真正有够低，不过有乡亲感觉讲，驶较慢的守法就免惊风险。警方是讲，这台测速翕相机是伫7月7开始设的，目的不是为了要抢钱。假日常有车距情形，恐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原来是进前有不少轿车会伫南投服务区集合驾车，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险，所以讲这伫南投服务区的联络道。加按这个测速的翕相机来防止驾车违规，甲避免交通事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